今仔海味61号来到高雄的港都，我即马踮在这个所在，进前是兴宁国中的棒球场。进前有一个少年人，嘛伫这个球场遮练球、拍拼、流汗，想要成为一个普罗级的棒球选手，是啥物人呢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马克。你若无笑，讲拢讲兄弟，结果也无笑。无伊无事啊，你啊哪拢无笑。无笑就无笑就无笑，讲啊济就无笑。马克，是。啊，今仔来到约个遮啦。啊，就是较早国中的时阵，拢伫遮练球啊。啊，你原底就想要做一个棒球选手，是安那甲即马煞变成一个专业的歌手？因为17岁的时阵，差不多高二吧，高二的时阵就因为拍球啊受伤，难免。所以你进前你拍球当你是拍啥物位数？投手啊，投手，你是安怎受伤？肌腱撕裂，断去啊。哦。断去了，你若伫经过头遮会伤，会较歹好，难免的。啊，就是尾手转来高雄，我就要拍。无跑了，我就爱耍，迄时阵差不多17、18岁爱耍，啊，就去夜店，就开始做主持人，就开始踏着这个音乐一条路安尼。听音乐、放音乐安尼。嘿，对，爱听着做者音乐。啊，尾手感觉讲，这个主持人嘛做5、6年啊，啊，就想讲要转职啊，家己做歌看卖，安尼较趣味。安尼较趣味。我有听讲，嘿，你捌出国深造对无？是啊。啊，而且你个迄个期间啊，你有创作了96首歌。是。啊，敢有可能你甲迄96首歌整理理的来做成一个专辑？其实我顶一张就有甲这个歌有几条啊，拢放伫这个专辑内底。我可能就会甲内底，我伫内底就感觉啊，就写我人生中第一条台语歌。啊，我较早袂写台语歌，所以我嘛毋知影写安那，我就有感觉，我就写出来啊。出来了后，就开始咧写家己的故事，感觉讲人生也是有一寡起起落落，对啦，会当去写，互大家参考安尼啦。写出来了后，啊，你听了有感觉，咱就家己放在心肝内安尼。是，啊嘛会当听了这首歌会留喺心肝内安尼。台语的专辑。就交迄个灭火器，一个乐团，一个乐团，灭火器，大正哥，啊，搁交阮阿宽面，搁做位，搁做一条歌。恁搁做一条歌？对，就节目了后，阮搁出第2条2.0的。是哦。是，这条歌等下听看卖。好啊。哦，真澎湃呢。所以你平常时啊，来甲朋友来招者来遮食点海产。我的记忆当中就是爸爸若去走船，2、3天回来就是大家拢会伫上海产店餐厅食。哦，恁爸爸去走船啊，走2、3天就回来。鸳鸯的，土路的迄种。哦。掠尾棒的啦。哦。啊，即马就无日头啊，你即马挂一支是挂安怎？目睭无神啊！我小家己一个。好啦，就是这个态度，甲一个款就对我啦。你是不是嘛会甲一寡你生活中的发生的代志，甲藏入内底安尼？就像阮刚拄讲的，较袂想到这啦。像讲啊，写家己的生活，啊写家己是对倒位来安尼。较少，啊，即马这张专辑就会写较侪这种物件。对咧。内底什么有一条歌叫海话。海话就是因为阮住伫基丁，啊，自细汉就我迄个港口安尼咧生活。啊，做常常看到海，所以你若心情无好，拄着啥代志，你就会去海边仔行行，你去冷静者，行者，然后去海风扇一下安尼，很神奇，啊，落去啊行行，所以就做习惯。若拄着代志，你就去海边啊，所以这条歌叫海边。像讲咱来遮，即马来到遮食这同青的海产，来无可能一个人来食嘛。是啊。所以一定有朋友会来讲，好啊，拢无招啊。所以你有一条歌叫无招嘛，对无？无招。
平常时可能嘛无用，嗯，对啊，看到阮伫外口食饭啊，是安那讲啊，你若讲无少，啊，这个无好啊，咱无好啊，哎呀，其实嘛不是安尼，就是大家好耍嘛，感好啦，就感情好，毋知安尼啦。招了来遮食了后咧，开车无啉酒，啉酒无开车，嘿，所以就是来到遮了后咧，还有另外一条歌叫游轮嘛，对无？嘿，会小啉的安尼，小啉者嘛较早嘛是个爸爸细汉的时阵，就叫爸爸做伙来餐厅啊，啥啊，就会大家叔叔啊、阿姐啊，还是阿伯啊，爸爸的一寡朋友来就啉。嗯，我啉了，你就看因伫遐咧唱歌啊，哦，是讲抬杠啊，安尼做老弟的。哦，就较欢喜啊，辛苦咧，有讲唱歌咧，哪有安尼嘛，所以我对写用这条歌就是这个画面。嘿，就这画面，哦，安尼嘿，啊，尾手我家己慢慢啊大汉，嗯，对，去真侪无共所在嘛。对，啊，去像较早的生活，较早少年时家己的生活，你刚你装卡来安尼，你就会去表现。啊，即摆大汉了，就是讲，其实即种生活，这较是你，嘿，你较早就是安尼生活，对，所以我写用的这条歌，就是把这个画面安尼写，大家啉酒，哦，唱歌，啊，伫这个海参大家上市的海产，啊，把这条歌写出，这个画面起来。哦。出国深造进前，甲出国深造倒转来了后，是，你讲写歌的态度，甲你的一寡生活淡薄无共款，是安怎打位无共款？较早写的物件，我会去想讲，别人安怎甲我看，啊，别人是安怎甲我看我这个人，我有缘投也无缘投，哦，对。较假歹啦，啊，但是其实尾手较大了出来了后，袂去想遐个代志。我今仔做啥物风格，还是我做啥物款的歌，迄拢唔要紧。我就是一个要写歌的。对。我甲角度小可调整。小调整一下。所以想法就无同。啊，像台语这张就是我用一个风格叫 FOB。FOB 非洲的，啊，我就想讲，一开始介意听啦，因为天气，阮遮天气热，是，啊，就介意听种较热带，啊，非洲的，啊，非洲的尾手了后，看因安尼唱，甲台语，我想讲用台语去写歌，因为阮咧做这张专辑的时阵，拄着一个问题。啥问题？我要做这张专辑，互听起来像安尼 FOB， FOB， 足非洲的安尼啦。但是讲，我其实我咧做台语歌，有这个问题出来。啊，尾唱我知影你的意思。我就讲台语歌。因为你一寡贵口，腔啊，轻声或是安那，你袂使甲放互过安尼，甲算过安尼袂使。你讲台语就是爱。甲讲好清楚。你台语的创作甲华文的创作是完全无共款的，对无？较无共，理念较无共。啊嘛是有人嘛是较着我唱起来啥物感觉。啊，我是较着讲起来啥物感觉，因为我自细汉讲遮的台语就是听阿嬷、听爸爸、听咧讲。对。啊那小看音小看歪啊，我就会来叫。哦。比如讲无共，我就讲无共。无共，是这个音嘛。啊，你若唱无共，嘛有这个腔。无共，个无共款。哦。你若叫我讲，你若唱讲无共，安尼就叫我讲无共是无共款。哦。但是我选择就是讲，我至少讲起来，我的顺也袂改叫安尼。哦，你家己爱听到你家己袂歹呢。反应袂歹哦。反应袂歹吼。所以，IB 61岁的观众朋友会当去网络上去听我的歌。一定拢会使啦，对吧？系啊。